来到屏东，有民众感觉用台的热护病有怪声，原来是有青豆丁，把这个热护病当作是落横、爬悬、爬低，甚至爬入去人的厝内，看到人完全拢无咧惊。面体热护病有青色的生物，竟然是细只恐龙青豆丁，因家家当作是游乐园、爬悬、爬低。你看，完全没有在怕人。其中一只竟然就安尼哪爬哪行入人兜。哦，跑出去了。青豆丁袂输是当作遮拢无人，若是爬藤啊，搁伫路里行爬树啊。哦，你们有去抓它吗？就一直跑，一直跑。我挂尾啊，长诶。我讲我到了半前我无看食。地点就伫咧屏东的潮州，民众讲抓虎病常常有怪声音，才特别留意。昨昏竟然就翕到这幕，其实毋那是面体。真的很大只呢！排水沟啊、溪仔边、树仔顶，拢会当看到细只恐龙。三五只哦，三五只该这。小的都容易跑到民宅啊，大的它当然跑到民宅就会被发现。它现在是怕说比较小的，它跑到民宅，然后在那边繁殖。青豆丁侵略中南部，农业部初估全台青豆丁的数量已经有20万只，数量是侪到袂富了。去年底嘛成立青豆丁防治应变小组，林业保育署嘛开放摕到证书的民众会当来拿保。去年全国拢总移除82595只，今年第一季按说做14个移除队，训练超过1100个民众来投入移除的工课，希望会当成功阻挡外来种青豆丁的生长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